说，我今年才16岁。是啊。哇，你真的没有麦克风还是会讲话？给我们的团长拍手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先给团长讲话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还有一支麦克风，等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 Kiro。讲过了？没有，我刚刚没有讲。我来自台东县长滨乡三间屋，就是你们走海线会遇到一个三间屋的牌子，隔壁数过去第7家就是我家。我刚刚是不是说过谢谢大家来这边看我们表演？说过哈。那欢迎大家来这边看我们表演。不好意思啊，把它消音是我的主意，但是不要。没有好笑，难得我一个好笑。我们到底是在哪里啊？新加坡吗？哦，有了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讲一次。学长，不好意思，学长。我现在叫学长了。学长，对，他是学长，这样。这样。他是师大不知道什么系的，好多系，读了10年。哎，研究所研究如何毕业。好了，不觉得我们现在少一个人吗？每次都是这个老粉。真的，我们真的少一个人，但是他等一下就会从弹跳的舞台出现。他可能会突然从我的不行，这样突然会踩着云朵。完了被气了，下一首是他的吗？下一首就是他了，完全就是他。我的天地啊！博哥旁边的笑小声，你用丹田就好。就是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还可以趁现在打电话给你们的叔叔伯伯阿姨进来看场啊，对啊，应该这个时候进场应该算250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是哦，还是500哦，好。学生过了哦。学生证有没有打折？学生证700。还有学生证呢，我大学还没毕业。啊？好了，还是不要讲话了。好。还是好了，我们今天这首歌，就是太完美，因为一定要介绍这个作曲。作曲是才华洋溢，善良又健康。对。然后他是做这首歌真的非常 very 棒。等一下他讲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拍手，让他对，然后这个作曲人叫做阿里亚。咦嘞，拍手，唱生活，这是台东处理过了。我也不晓得，有一天也是喝着精神性饮料就精神了起来，就有一些思绪有点捣乱了。那时候我还在算1元2次方程式的时候。我是说国中数学下册第1单元吗？因为我的数学就停留在国中了，不晓得怎么会突然考到国立台东大学。体育学系资讯组，专长100公尺倒退跑，是用脚跟。不小心就好了，不要再讲了。怎么？以前我的身材也是非常的身材，他以前是倒三角啊。以前我在游泳池的时候踩在热身，就有女生给我花了呢。我跟你讲，前面我已经很多花了，我这骑摩托车不好载。没有啦。他给你花是不是叫你游泳，叫你泡澡？而且我遇到一个，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传给你旁边那位？哇塞，你有一个人挡住一个走道的面积。对了，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讲以前了啦，自己回去看了。翻开维基百科就有阿里奥。阿里奥，重点是那支麦克风要给他。这支麦克风要给他。这支给你。好是哦，那你就不能讲话了。我等一下休息还可以。你一离开，他就不会再回到你身边了。还让他讲话吗？你们要不要听他讲很好笑的鬼故事？哦，真的好可怕哦！我的天哪，就像他头发一样，好可怕。哪里来的头发？哇塞，绿岛来的头发。等一下安口再跟你们说蓝色水族箱的故事。真的也是不是很懂他的幽默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团第7年了，我还是不懂他的，抓不到他的美感。听说三间屋这个部落好像是坐落在阿拉斯加的右边，因为他们那边只有3个房子，所以3间，他们的笑话一直轮流。我跟你讲，一个人讲7次，你为什么要反驳的？哦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还是不要闹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表演没什么内容。我旁边怎么突然站一个人？
没有办法融入哎。是啊，真的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女神劳啊！她下凡来到我们的人间，哇塞，的一杯秋高万真的从天上下来，好不好？哎，坐飞机。哎呦，2000多块的买年的票，真的，我们只能说阿罗哈。我睡觉的时候，旁边的阿伯在看政治节目，哎，我想回头跟他讲，你不会小声一点，害我没有睡着。好，继续了。怎么笑那么开心？就是他做的那个词，曲啦，你没他做的，然后我是做什么呢？词，然后最后我们一起做词曲。反正呢，这首歌就是这样，然后歌名我没有想到，就是随着感觉，就是这样想要的感觉。谢谢。I wanna feel. 习惯这样的运动，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节奏，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够。我唱着这样的生活，心中的梦，要怎么去说？要怎么去做？要怎么结构才能够拥有？才能被接受。突然间发现，我学会如何去面对。
这世界虽然并不完美，后来看见，却有种残留的泪。若是不学会，这一切也许会改变，但其实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。谢谢。